主后2023年9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好的人生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传道书第5章第8节到第6章第7节。你若看到善车人受官员压迫，也是正直公义受剥夺，毋免因为安尼感觉奇怪，因为官员拢有较悬的官在甲因保护。土地有好的收成，百姓才好过日。总是得到上大利益的是君王。爱钱的袂因为钱知足，爱好嘢的袂因为所趁的知足，这嘛是空虚。财富加天，靠伊食的人嘛加天。安尼伊有得到甚物利益？不过是看袂到那定。劳工无论食济食少，拢好困。好业人食甲饱饱，嘛困袂去。我看见日光的下面有一项大不幸，就是财主钱手条条，煞害着家己。伊因为事业无顺，钱财无去，有囝嘛无甚物通留互伊。伊脱体出无胎，嘛会脱体倒去。伊落落得到的一项嘛袂当大去。伊来的时安怎，去的时嘛是安尼，这嘛是一项大不幸。伊落落掠风，有甚物利益？若安尼，伊一世人伫黑暗中在生活，有真侪烦恼，嘛有病痛甲受气。照我看，上好的人生就是人伫上帝所赐有限的年日临接，享受日光下面落落所得到的成果，因为这是伊应得的份业。上帝若互人有财富产业，通快乐享受伊落落得到的份业，这是上帝的恩赐。伊毋免为着一生的年日操烦，因为上帝互伊的心充满欢喜。我看见日光的下面有一项不幸，重重缀伫人的身上。有人得到上帝赐伊钱财、好业、尊贵，伊的心所爱的无欠半项。毋过，上帝互伊袂当享受，反倒互外人享受，这嘛是空虚，是大悲哀。人若有100个囝，搁食长岁寿，虽然活真济岁，毋过无享福，无满足，搁无得到安葬。我讲，流产的体嘛比伊较好。这个体来是空虚，随时进入黑暗，伊的命受黑暗砍捌消失。伊毋捌看到日光，嘛无知觉，还佫比迄个老人得到较好的安息。迄个人虽然活到1000年，搁1000年，毋过无享福。因两款人，敢毋是拢着去共一个所在？人的落落拢是为着巴肚，毋过食欲永袂满足。上好的人生。传道书第5章18节到20节。上帝这个字眼密集出现4遍，因为上帝介入伫集会中宣讲的智者，转换第5章第10节到17节的气氛。传道者甲落落经营财富所承担的压力，包括经济变迁，因为财富遭受祸患，经营不善，丧失一切，直到落入黑暗、悲愁、焦虑、病痛和怨恨。
转换成做美善的讲法。伊分享，美好的人生，确实伫上帝所赐短暂的一生中临者，享受伫日光下面辛劳得来的成果。享受毋单单是指劳碌工作了后所得到成果丰盛的荣誉分红，互我通好好伫日光下面用这个来补偿我的劳碌。伫遮，上帝所赐的享受通包括两部分，就是劳碌工作了后会当取用家己应得的报赏，搁享受盈余的成果。对传道者的眼光，工作的劳碌甲生活的享受，毋是对比的两方，是一致性的。简单来讲，劳碌甲享受，拢是上帝赏赐的美甲善。对劳碌工作付出的美善中，咱找到通满足自我生命的价值甲意义。除了对劳碌工作得到应得的，竟然也有上帝所赐额外的荣誉、益处、祝福，互咱的心充满感恩去使用，搁创造荣誉的价值。安尼的生命才称作是享受。有上帝参与，人就袂伫工作劳碌下班了后，干那流落压力的痛楚、疲累，以及担心保有工作不益的不安感。既然上帝互人快乐，工作劳碌就变成领受恩赐的源头。安尼，人才袂伫日光下面人比人气死人，无法度享受伫上帝面前的安稳。假使咱伫短暂的一生，产业财富，享受劳碌的成果，无因为人生短暂忧虑，伫即世件代志顶面，拢会当享受上帝恩赐，才通得好好品尝人生的美味。伫日光下面的物质世界，逐项物件拢会受调试、赏味期限。就算是上帝所赐的恩典，也因为领受赏赐者的性命无确定，就有无相款的赏味期。因为安尼，趁着人生赏味期还未过期以前，应当好好享受上帝的赏赐。伫生命中还有劳碌工作的机会甲荣誉的时，邀请上帝介入你的人生，互你对劳碌工作甲荣誉成果两者之间，拢会当领受到上帝赐我食、赐我穿、赐我欠伊救恩恩典毋免还的生命荣誉，诚侪家己甲别人的祝福，这才会是上好的人生。默想，形容人生是毋是丰富，不在伫创造偌济荣誉，累积偌济财富，实在伫人是毋是出于感恩去享用伊。那呢，我会安怎运用上帝赐予我的荣誉呢？形容人生是毋是丰富，不在伫创造偌济荣誉，累积偌济财富，实在伫人是毋是出于感恩去享用伊。那呢，我会安怎运用上帝赐予我的荣誉呢？祈祷，上主啊，一个义人所拥有的虽然少，却好过真侪歹人的富足有剩。因为安尼，愿我的信靠亲像生长伫上帝厝内的橄榄树，用感谢的心接受你的赐恩，使用这一生应得的
福分也努力尽这一生应尽的本分。靠主耶稣的恩典恳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